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83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89天。前线共发生173起战斗。乌军总参谋部表示俄军并未占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扎波罗热季克和新黑奥里夫卡两座村庄，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是乌军首次公开证实俄军已进入第聂伯罗、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反攻呈四处开花态势，让俄军决策层无法判断攻方向。也正因如此，乌军大反攻才能取得如此大的辉煌战绩。根据图片报的信息昨天乌克兰部队已经收复了波克罗夫斯克所有区域，并在南部的边缘地带构建了新的防御阵地。此外，在东北方向，昨天乌军收复了沃罗德里夫卡、诺维沙霍夫和诺皮涅3个定居点。在西南方向，乌军摧毁了俄第41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建立的桥头堡，并迅速巩固阵地，部署战斗机器人与防空系统。在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方向作战的乌军第10军第77独立空降昨天使用一架 FPV 无人机成功摧毁俄方一个伪装的野战弹药库。在操作人员和侦察官的协调工作下，乌军仅用一架价格不到$5000的小型 FPV 无人机就彻底摧毁俄军这个前沿弹药库。经过无人机拍摄的现场画面相当壮观，俄军费了9牛2虎之力靠骡子靠这些大的牲口往前线辛苦的运这些弹药结果连同看守的士兵一起灰飞烟灭，化为乌有，骡子活也白干了。8月27日凌晨，乌克兰的特种部队袭击了克里米亚，重创俄军后勤军用设备。虽然乌克兰方面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但《真理报》爆料信息显示，袭击的目标之一是克里米亚战科仪火车站，这里是侵略军在克里米亚的重要后勤枢纽。8月28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起一轮空前猛烈的无人机导弹打击，造成严重破坏与人员伤亡，并引发欧盟与英国的强烈外交反省。俄军动用了598架无人机和31枚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匕首飞弹，从多个方向对基辅展开猛攻。这是迄今为止本轮冲突中最密集的空袭之一。基辅多个区域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包括4名儿童，另有38人受伤，其中包括幼儿平民。其中欧盟代表处和英国文化协会建筑也是遭到损坏多个住宅楼、大型商场、幼儿园遭到波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场打击触及了整个欧盟，并宣布将启动第19轮制裁方案，同时将冻结的俄资产用于援助乌克兰。英国首相斯塔默警告称，俄罗斯杀害儿童是在破坏和平的希望。欧盟高级外交官与英国外交部纷纷召见俄罗斯大使，表达抗议。基辅市市长克里琴科当日宣布，8月29日为基辅哀悼日，以缅怀击中的遇难者。29日，全市所有市政建筑将下半旗，并建议在公共和私人建筑上降下国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表评论说，此刻在基辅，救援人员正在清理一栋普通居民楼的废书。这是俄罗斯袭击后又一场悲剧，又一次大规模攻击我们的城市和社区。今天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是对全世界那些数周数月以来呼吁停火与真正外交的人直接回应。俄罗斯选择的是弹道导弹，而不是谈判桌，他选择继续杀戮，而不是结束战争。这意味着俄罗斯依然不惧后果，他仍然利用世界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对被杀害的孩子视而不见，并为普京寻找借口的事实。这说的就是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时候对俄罗斯实施新的严厉的制裁，为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最后期限都已经被打破，数十次外交机会被破坏。俄罗斯必须为每一次打击，为这场战争的每一天承担责任。不过俄罗斯的行为也遭到了乌军的报复。2025年8月28号，乌克兰情报局通报，其属下的特种部队对亚速海域
遇俄军21631型轻型护卫舰成功实施无人机，致使该舰受损，被迫离开作战区域。通报提到啊，这个21631轻型护卫舰是俄向乌克兰城市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平台之一。这些护卫舰在黑海和亚速海对乌克兰领土纵深进行多次远程袭击。通过摧毁这些护卫舰，乌克兰军队削弱了口径导弹袭击的威胁。此次袭击的时机啊引人注目，就在几个小时前，俄罗斯对基辅发动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造成数十名平民伤亡。而本次袭击，这个轻型护卫舰也参与了这个导弹的发射，立马遭到了乌军打击。至于这个导弹巡洋舰、护卫舰扇成什么样，目前还不太清楚。有视频显示这个无人机直接击中了这个护卫舰。此次袭击也凸显乌克兰无人机作战日益精妙的技巧，通过直接瞄准雷达系统，然后击中舰桥，目标明确。21631型轻型护卫舰即便没有沉没，那恐怕也是短期已经不能再执行巡逻任务，需要维修，需要更换雷达，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厂的轰炸仍在进行中乌克兰的无人机一夜之间点燃了俄罗斯2座大型炼油厂，位于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和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州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据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称，8月份短2周内，俄罗斯石油加工量已经缩减了21%。位于萨马拉的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1000公里，该设施的年石油产品产量700万。位于阿菲普斯基的炼油厂距离目前前线380公里，年产量约为700万。根据当地人的描述说乌军17架无人机冲进了库比雪夫炼油厂，整个工厂被摧毁。这个俄罗斯这些炼油厂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的这个视频被俄罗斯本地人拍下来，网上有很多美国的政治这个新闻网他报道他说俄军导弹袭击欧盟驻乌代表团大楼，欧方强烈谴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积极推动俄乌和平谈判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却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8月28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大规模空袭其中一枚导弹击中欧盟驻乌克兰代表团办公大楼，造成建筑严重损毁。此举被欧盟高层定性为蓄意攻击，不仅违反国际外交公约，也被视为对和平努力的公然挑衅。近期，特朗普政府多次释放信号，称将支持由欧洲主导的维和部队，并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3方会谈。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普京并未展现诚意。莫斯科不仅拒绝与泽连斯基直接会晤，还提出基辅必须割让整个顿巴斯地区的要求，并于27日正式否决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的构想。也就是普京面带微笑，扇完了特朗普一耳光之后又扇了欧盟一耳光。这个特朗普和欧盟还在那傻傻的等着普京的回应，那普京顺手就给他们一人一耳光，这就是回应，对吧？前不久这个俄军轰炸了这个位于奥德萨的美国的一个电子厂还是什么厂，今天对吧，直接就轰炸欧盟驻乌克兰的代表团的办公大楼。美国和欧盟的回应都非常软弱无力，连这个阿塞拜疆都敢。这个俄军轰炸了阿塞拜疆在乌克兰的这个石油设施，对吧？这个输油管和那个储油设施这个阿塞拜疆总统立马警告，如果再轰炸，马上就解禁武器，对吧？就要向乌克兰运送武器。俄罗斯人普京有恃无恐，实际上本质上还是特朗普和欧盟不停的纵容，这个软弱无力造成。我记得以前拜登在任上的时候俄罗斯这样每次轰炸乌克兰一升级，那乌克兰至少可以得到一款新的武器。而现在呢，乌克兰什么都得不到，得到的只是特朗普的极限施压，得到的都是特朗普的出卖。我们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像美国。比利时外交、欧洲事务和合作发展部部长普雷沃说他说比利时准备在停火后派兵参加乌克兰维和行动。周二在奥德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比利时是自愿联盟的一员，这意味着一旦达成停火协议，特别是长期停火协议，我们准备加入具有国际授权的国际部队。这个比利时的外交部长叫普雷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视频他从车上下来之后，看见那个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叫
西比加那个胖子，这个普雷沃居然跑过去啊，一把抱住，扑到这个西比加的身上啊，非常罕见啊，感觉就像那个放学的孩子，1年级的这个小孩看见他爸站在那儿，跑过去一把就抱住他爸的这个身上，这是发自肺腑的一种情感啊，这也是对乌克兰人民的一种支持啊，这叫热烈拥抱啊。荷兰外交部欧洲合作事务总干事海伦巴克表示，荷兰也计划加入自愿联盟，并准备在必要时加快进程。他称，荷兰也是这个自愿联盟的一部分，在这方面计划已经进行了几个月，这是一个需要特定程序的过程，因此必须满足相应条件。这个过程当然会加快，我们也在考虑如何才能有效地做出贡献啊，也就是比利时和荷兰啊，到时候是要出兵乌克兰。最近啊，值得关注的是德国啊，在美国啊，特朗普现在首鼠两端啊，在跟普京指望着普京良心发现，跟普京没了眼，停止对乌克兰援助，或至少是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在这种背景下，对吧？德国的表现就尤为重要就需要一个有力量的大哥叫带头大哥，而且还得有力量，有这个实力的。所以德国自从这个莫尔茨上台以后风格大变跟前总理舒尔茨完全就变了样。这个法国还有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一同到了那个摩尔多瓦，祝贺摩尔多瓦是什么独立吧。那么就在这个摩尔多瓦德国总理舒尔茨面对记者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首先他说这场战争就是俄乌战争必须要结束，我们和所有人一样希望乌克兰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最好是今天立即就要解决，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这个说法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批评反驳特朗普和万斯这一帮人，他们打着和平停止杀戮，对吧？以这个为旗号，叫不惜一切代价的停火，也就是说不惜牺牲乌克兰的利益，损害乌克兰的领土完主权为代价，也就是让乌克兰投降，多少你得割点。这个梅尔茨，对吧？非常强硬的回应了我们希望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要和平，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下面又说他说我们不希望乌克兰投降，这样的投降只会为俄罗斯争取时间，而普京会利用这段时间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正因为如此，我们渴望并需要持久和平，我们正与美国和欧洲的伙伴一起为此努力。还没说完这个莫尔茨直截了当的指出不带绕弯子的，也不带兜圈子的，说俄罗斯现在将长期是欧洲自由、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简单点说这个俄罗斯就是欧洲的敌人。这个莫尔茨关于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威胁德国安全的这个表态这个实际上就在这个本来已经很紧张的俄德关系又浇了一把油。恰恰这个俄罗斯人最在乎德国人对他的看法，也就是俄罗斯人认为整个欧洲能够与他匹敌的，他真正看得上的就是德国，其他国家看法不重要。结果德国这个表态可以说让俄罗斯很破防。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这是德国进一步敌对的信号。在俄罗斯看来，德国不仅不理解其安全诉求，还不断通过军事援助乌克兰的方式来削弱俄罗斯。莫尔茨的言论更是对俄罗斯的抹黑。那有人就说了欧洲国家领导人里面持这种论调的人多了，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甚至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说过这样的话，不都是说说而已，打一打口炮。这个很多网友都对此有微词就觉得欧洲人一天到晚的坐而论道，对吧？实际行动太小太迟缓。但是德国就是德国德国人不来虚的。首先德国内阁通过扩军计划，这就是紧锣密鼓在准备新华社消息德国内阁8月27日通过一项包括数项扩军举措的草案，不排除在必要时重启义务兵役制。这项草案将交由联邦议院审议批准。法新社27日报道说德国内阁当天非常罕见的在国防部被称为潜艇的防窃听会议室讨论这项草案。这个外号叫潜艇这个会议室它是整个的防窃听，你谁的窃听不了。我记得有一次德国是不是开什么军事会议，整个的就泄密了，也不知道是他们故意的还是咋回事。这回德国人是在一个防窃听会议室，而这一会议室在冷战期间偶尔采用。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雷乌斯在记者会上说联邦国防局必须要发展，不仅要装备精良，也要人员充足。德国计划在2030年左右把现
现役部队人数啊从18万人扩充至26万人，并确定了逐年增加的人。皮斯托列乌斯同时考虑将预备役规模从 4.9 万扩充至20万。为吸引适龄人群入伍，草案出台了一系列薪酬和补贴政策。如果扩军目标无法通过自愿入伍实现，德国政府考虑恢复义务兵役制，这意味着18岁到60岁的德国男性公民会被征召入伍。而德国2011年暂停了义务兵役制，这个德国准备到2035年，它的国防开支啊要占 GDP 的 5%。我记得德国的好像 GDP 是2024年是5万亿美元，按照2024年的算 5%就是2500亿美元，相当于 1.7万亿人。这一下啊，这德国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这个国防开支啊这个数额啊。你看，一边是经费要增加，一边人员要扩军，那么武器产能呢，那更是早就开始发展了。这个德国最大的武器制造商莱茵金属正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扩大俄乌战争所需的炮弹产量。与此同时啊，五角大楼和美国军工企业无法做到同样的事情而感到愤怒。这个莱茵金属正在保加利亚建设欧洲最大的炮弹工厂，还要在罗马尼亚投资建一家炮弹工厂，在乌克兰还要建，对吧？几个新的炮弹工厂。就莱茵金属啊，现在是马不停蹄，快马加鞭在扩产。这个德国人是不是把好多这个生产汽车的厂房啊征收了啊，改成生产装甲车？就这一切可以感受到啊，这个德国人，尤其是这个莫尔茨，不是嘴上说，他早就开始动了，紧锣密鼓。我记得昨天啊，这个凤凰卫视的那个卢宇光，对吧？采访俄罗斯的这个叫国防部啊，什么政治局的那个副局长车臣埃哈迈特什么特种部队那个指挥官呢，阿劳基诺夫，哎，这哥们儿对着镜头啊侃侃而谈，说3年以后啊，这欧洲国家就要向俄罗斯宣战。那这欧洲国家是谁？那除了德国，还有谁敢跟俄罗斯宣战？所以这个仗啊，如果再往下打，再拖个2年3年，那德国说不定真要下场，因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大家也知道啊，欧洲的经济啊现在也在疲弱，有的时候打一仗短期内啊，我说的是短，它对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如果战后，对吧，考虑到对俄罗斯利益的瓜分，那对吧，这个时候下场那是一箭三雕啊。第一个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第二个，对吧，也促进国内经济，转化国内经济的矛盾，第三个实实在在的获得战后的利益，对吧？在这种3重好处之下，保不齐啊，有人就要下场。以战止战，对吧？人家也是追求和平啊，就像2战的时候美国对日宣战，对吧？对德国宣战是一个道理。你现在没人骂美国是侵略吧？所以说啊，这个只要拖个3年，哎，保不齐这个德国就要下场。确实应了啊，那个叫俄罗斯国防部这政治局的副局长阿劳蒂诺夫啊，对吧？叫一语成谶了。当然了，这个车臣人啊，他们是打心眼的盼着德国啊、法国啊、欧洲这军队打过来，这样好给他们创造一个外部条件。这车臣人家要独立啊，眼看着这卡德罗夫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对吧？再拖个3年，到底能不能扛得住还不知道呢。到时候写出师表的恐怕就是阿劳蒂诺夫啊。阿劳蒂诺夫给卡德罗夫的这个大儿子写了一封出师表，成本不一啊，躬耕于什么乌克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指的就是卡德罗夫啊，对吧？想独立啊，结果对吧？这中途身体不行崩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俄罗斯啊，受任于败军之奉命于危难之间。不过这个俄罗斯的内斗啊，也逐渐进入这个白热化。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指控啊，也就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得力干将，原这个俄罗斯国防部的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中将啊，这回落听了啊，不仅本人被抓，据说他妻子、他孩子统统的啊锒铛入狱啊，这个是很少见的啊。就是普京以前打击对手啊，以反腐名义啊，他很少抓家里人、抓亲属。但是这个尤里库兹涅佐夫中将享受了这一待遇，老婆孩子全部一网打尽，所有的财产没收啊。据说啊，他敛财超过5亿美元。当然了，这个只能说明俄罗斯经济啊。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敛财才5亿美元，怎么能拿得出手呢？把人家株连9族了，对吧？抄家才超出美金5亿，也才30多亿，这还比不上印度的一个村干部，只能说明在普京的这个领导下啊，俄罗斯这25年经济是一塌糊涂啊。你干到国防部副部长这么搜肠刮肚的，对吧？在绍伊古的领导下，也只搞了5亿美元。但是这个钱现在已经充公了，因为反正俄罗斯缺钱，对吧？普京现在打仗3年半，国库亏空啊，这个火啊是逐渐烧向绍伊古，对吧？前不久这个国防部的原什么第9局什么负责部队啊、医疗设
设备采购的这么一个也是少将，刚被抓，这都是绍伊古的这个得力干将。绍伊古现在像热锅上的蚂蚁，普京步步紧逼不知道绍伊古会不会逼急了也要召集会议要开会。这个泽伦斯基说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国家安全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组团将于29日访问美国，并就对乌安全保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内容与美方进行讨论。他是跟谁讨论呢？据说是跟特朗普的这个特使维特科夫讨论，这不是瞎耽误时间吗？这个俄罗斯越打越富有的神话终于落幕了。这是俄罗斯统计局自己说的。8月27日，根据2025年上半年统计结果，俄罗斯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塔斯社援引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初步估计报道了该消息。报告期内，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 1.2%，2024年还是 4.3% 呢。所以说2025年上半年俄罗斯的 GDP 增长速度下降了 3.5 倍。关键是这个拐点一出现，那2025年下半年可能还要负增长，全年恐怕是飘了，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上半年增长，下半年下降。这个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分析师警告称俄罗斯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根据专家的预测，俄罗斯 GDP 增速将接近日。所以说说什么越打越富有，那是一种叫回光返照对吧？那是一种临死之前那种亢奋，不可持续，对吧？咱们任何事情经济发展讲究一个叫可持续发展，这种所谓的越打越富有不过是自欺欺人。咱们一直说对吧？你就相当于某个国家把那个钱往那个大山里扔一样，俄罗斯是把钱把资源整合起来往乌克兰扔完它没有效益，它就是不就爆炸了吗？有的国家把钱对吧以投资的名义往那大山里修桥打隧道，各种宏伟工程，完了之后你还有维护然后也没什么车跑，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最后就形成拖累。今年 GDP 为甚至是负的，那明年肯定就是负增长2026。所以俄罗斯还能坚持多长时间？你说具体什么时候崩不知道，但是就这么下去迟早是要崩欧盟的第19轮制裁正在路上，现在就看特朗普有没有决心。如果特朗普决心要搞2级制裁、4级制裁，那就会加速俄罗斯的崩溃。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